是元旦，好新历年就是元旦开始读创世纪，读到再多久，再没有几天，创世纪就要结束了。我不晓得大家在读这个创世纪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种拿着伸缩镜头、伸缩望远镜吗？然后伸缩镜头看的一种感觉。那个伸缩镜头啊，拉长会怎么样？有没有人用过那种伸缩望远镜，还是用伸缩镜头拍照的经历？是拉长的时候，镜头拉长会怎么样？画面会变成怎么样？看远，是放大，然后可以看得很远。就是，比如说我现在镜头是这样，如果镜头拉长的时候，可能历程我就会比较看到历程，我不会看到全部的人，是这样的意思吗？聚焦，对不对？是比较聚焦嘛，历程就变得很大，然后但是你们就不见了，你们就不在镜头里面。我如果镜头缩小，全部人就会在镜头里面，这历程也会变小，是这样子没错吗？好，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创世纪》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创世纪》从一开始，上帝就开始创造了天地，对不对？一开始是很广大、很浩瀚的，好像那个镜头就是维持在这个地方。当上帝创造了6天，然后第7天歇了他的创造以后，然后他当中他有创造一个谁？亚当。然后开始有记载亚当，开始那个镜头就开始往拉长哦，镜头拉长开始聚焦在亚当的身上，那个范围就变小了。虽然亚当变大，但是那个范围变小了，好变小了。然后讲到亚当，讲到人类开始犯罪，对不对？亚当的后代啊，就开始犯罪这样。然后呢，到了人类，整个遍地都犯罪，上帝很生气，怎么样？洪水，你这个学生要考试的这个记忆要比较好一点吧。好，开始洪水就把大地消灭，就开始整个那个镜头啊，本来是亚当嘛，聚焦往前伸了，后来又往后缩，又看到整个很大的范围，整个洪水又把整个大地灭了以后，然后呢，保留了一个谁？挪亚，镜头又开始往前伸。又开始聚焦在挪亚的身上，好，然后挪亚的孩子，然后慢慢镜头又开始往回拉，那个人类又开始生啊，挪亚的后代啊，然后开始走到了第11章的巴别塔的故事，对吧？然后巴别塔又开始聚焦在巴别塔以后呢，就怎么样？上帝又打乱他们的口音，让他们四散，镜头又开始缩回来。又开始看到比较大范围的四散之后，镜头又开始往前伸向谁？聚焦在谁的身上？上帝呼召亚伯兰，好，上帝呼召，然后镜头又开始聚焦在亚伯兰的身上。所以我们看光是创世纪前面12章啊，就会发现这个镜头是不断的伸长缩回，不断的聚焦在一个事件上，但是一下就看到很广大的一些事情，是非常有趣的。其实圣经真的很有趣，从宏观到微观，那么微观到宏观这样子。从12章开始呢，就上帝呼召亚伯兰之后，就开始记录了亚伯兰呢，我们知道之前讲到，还有之前不是经文，亚伯兰他有一个问题，就是上帝应许他要给他后裔，可是这个后裔也成为他一个很大的问题。不只是亚伯兰有这个问题，让他真的有后裔的，以撒也有为了后裔的事情来烦恼，对不对？亚伯兰生出孩子，以撒其实他也是很久才生得出孩子。那一直到了雅各呢，我们在之前讲到说，雅各算是上帝给他非常的丰富哦，可以给他12个孩子，对不对？以撒也不过才2个孩子，就是以扫雅各嘛。然后到了雅各呢，就给了12个，哇，非常的丰富。可是呢，我们会看到这个镜头哦，从亚伯兰的身上慢慢的往回缩到以撒、以扫、雅各到雅各家族，这个镜头好像越来越大了。我们会发现这个范围又开始变大了。雅各有个问题耶，
12个孩子，可是他有个问题，就是他偏心。不只是以撒会偏心，雅各也会偏心。雅各在12个孩子里面，他最疼爱第11个孩子约瑟。这个雅各呢，他在年纪比较大的时候才生约瑟，所以他特别疼爱他。这个约瑟啊，一个被疼爱的孩子，就是我们讲的偏心，对不对？这个孩子，这个约瑟，其实也是蛮顾人怨的，因为他常常跟父亲打小报告，常常跟他父亲讲哥哥的坏话，哥哥做了些什么坏事，然后呢，因为爸爸很爱他嘛，就给他做了什么彩衣啊。以前的人要一件衣服不简单的，以前的人到了孩子的时候或者成年的时候，一个人可能一生只有1、2件衣服，不是像我们这样子每天可以穿新衣戴新帽这样子。所以约瑟有彩衣，对这个父亲对他讲是多么的疼爱，他常常穿着彩衣到处晃啊，这我爸给我的，如何怎样啊，你们都没有啊，看着真的很讨厌，对不对？你们如果有这样子的弟弟，看着会不会很讨厌？然后一天到晚给你打小报告，一天到晚拿他爸爸给他的彩衣在你面前，展现他的怎么样不可一世啊，真的很讨厌。所以有人讲说约瑟后来被他哥哥陷害，也是刚刚好而已啦，刚刚好而已。如果是我，刚好也是给他。好，所以这个因为雅各的偏心，以至于让他的孩子之间呢有个非常非常不一样的互动。这个互动，兄弟之间的互动呢，就从小就不好。好，那后来呢，果然就是我们都知道嘛，约瑟就被他的哥哥们陷害了嘛，被他卖给人家当奴隶。可是呢，这些哥哥呢，就为了要让给父亲一个交代，就用一个方式欺骗父亲，就说这个约瑟可能被野兽已经被咬死了，就死掉了嘛。所以雅各就，我最爱的儿子居然死了，这样子。好，失去约瑟这个最爱的这个孩子的雅各，他的人生顿时从彩色变成黑白。突然从彩色变成黑白，他变得保守胆怯，他失去做梦的能力。还记得吗？我们在之前讲到，雅各当初他逃离他的哥哥以扫到他母舅家，然后呢，上帝给他很丰富，就回到他的家乡。他面对以扫的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上帝给雅各很多的梦。一开始他逃离哥哥的时候，上帝跟他梦见一个天梯，对不对？很多天使从天梯上上来下去啊，然后上帝就站在天梯上面跟雅各讲话，跟他讲：“我会跟你同在，我会赐福给你的后裔啊，如何等等。”哇，那个梦非常的让雅各充满了勇气跟信心向前走。可是如今他失去了他的最爱的儿子约瑟，他就不再做梦，他失去梦想，他保守。雅各把他，然后呢，约瑟还有一个小弟弟，是他们最小的弟弟便雅悯。这个时候失去约瑟的雅各退而求其次，把便雅悯紧紧的拉在身边嘛，就想说好，我现在有便雅悯就好了，其他10个哥哥怎么样我不管了，其他10个我的儿子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然后眼不见为净，他们要做什么我都不管。鸵鸟心态，我身边只要有便雅悯就好了，我要紧紧抓住我的便雅悯。我们从创世纪34章到38章，其实可以看到雅各前面的孩子其中有4个记载4个，从老大吕便，老二西缅，老三利未，老四犹大。从这4个孩子，你有没有看到捅了很多篓子？从34章到38章，这是雅各的孩子，因为他不管，他就是疼爱约瑟嘛，之前。那这些孩子做了什么事，他都不管，他捅了篓子，他也不管。这些事情呢，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一些很心烦的事，或者是觉得很不想去管的事情，很多时候可能我们会觉得我们管不动的事情，我们就会像雅各一样鸵鸟心态，想说好，时间换取空间嘛，时间久了，事情自然而然就会淡化掉，然后呢，就会解决掉。很多时候我们会自己欺骗自己，
时间是可以换取空间，但是时间并不能解决问题。时间可以换取空间，但是换到了空间不代表你不用面对那个问题。很多时候有些问题，特别是上帝要给我们的问题，你如果不去面对，你时间久了它还是存在。而且呢，在这样子的自欺欺人当中，时间越久会越难解决，因为它累积的问题会越来越多，心里的苦毒也好，怨恨也好，疑惑也好，会越来越大。就好像我们知道读书嘛，课业现在一开始，对不对？好，开始新学期新希望，我们每一天呢都要老师的进度都要预习，然后上课，然后复习。哇，开学的时候都有一个很大的梦想，每一次的进度都要跟上。可是呢，1个礼拜、2个礼拜过去，发现，哇，糟糕，好像落了一些的时候，就会开始怎么样？会有一些理由产生了。没关系，好像大家都这样。我之前好像也是这样，也是过啊，欧趴就好了啦。然后怎么样？落掉的会越落越多啊，那个洞会越来越大。然后一直落到一个程度，如果你还不正视它的时候，你以为落掉的东西就可以自己补回来吗？像那个现在叫哆啦 A 梦，我们那个时代叫小叮当啊，吃那个记忆面包。记忆面包沾一沾，哇，我就可以吃一吃，我就通通回来了，都不用预习，也不用复习。时间真的能改变一切吗？时间真的能换取空间之后，真的能解决问题吗？其实很多时候真的是不行。不管是课业的问题、工作上的问题也是一样，男女之间感情的问题也是一样。很多时候我们小事情不去互相的去了解。不互相的去讨论，不互相的去一起有一个共识去面对这个问题。很多时候我们会以为感情久了，自然而然在一起久了，然后就会事情就会自然而然的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就解决掉。牧师告诉我，没有那么容易的事情啊，事情还是在啊，只是什么时候会啪啪再啪出来而已，不知道。那个事情还是在。如果你们在交往的时候，那个事情某一件事情还没有解决，这个事情会一直不断出现在你人生的道路上，一直不断的出现。好，接下来我们看到创世纪37到最后50章的时候，看起来好像在叙述约瑟的人生，就讲说约瑟怎么样得宠啊，然后怎么样被害啊，然后怎么样到埃及的生活，怎么样当宰相啊，感觉上好像37到后面，37章开始到最后都在讲约瑟。可是今天不要讲约瑟，我们来谈谈雅各如何。因为当我们在看约瑟的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会发现，在这37章到50章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雅各这个家族面对了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夹在约瑟的叙述里面，也就是他们要面对饥荒的这个问题。当他们面对这个饥荒有关生死的这个问题的时候，让雅各家族陷入了一场混乱。这个混乱不是说他们要去哪找食物，他们的混乱当然找食物是一个问题，但是这不是他们当时的一个最大的问题。他们最大的问题是他们要面对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啊，不管是父亲跟孩子的关系，还是孩子跟孩子的关系。他们如果不先解决他们家族的这个关系上的问题跟危机的时候，他们就没有办法怎么样？他们就没有办法取得粮食，对不对？他们就只能白白等着饿死。刚刚讲的这个问题是一个旧的问题，可是呢，到如今变成一个新的问题，他们要去面对，他们要去解决。可是当我们看到今天这段经文的描述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段经文真的很乱，到底在干嘛？因为这段经文记载的这个位置，就是这些儿子没有错，听爸爸的话，要去解决饥荒的问题了。当他们到了埃及回来以后，又带来一个新的，也是旧的问题，就是他们彼此之间的信任，他们彼此之间
曾经有过的那样子的一个心结，各种的心结，他们要去面对。爸爸对这些孩子根本就不信任，所以当这些孩子，这些哥哥说，埃及那个宰相，他就是约瑟，但他们不知道，埃及那个宰相要我们带着便雅悯下到埃及去，他才会愿意给我们粮食的时候，这个爸爸雅各敢将便雅悯交给他们吗？不敢。一方面是他想紧紧的抓住便雅悯，因为便雅悯是他唯一的安慰跟盼望。他已经失去约瑟，他不能再失去便雅悯。可是今天这10个儿子，讲作奸犯科是有点难听的，但是如果用现在来形容，差不了多少。好，杀人放火的事情他们也做，好，然后就是欺骗的事情也做，各样的事情他们都做。我们看那个创世纪里面都有记载，所以这个雅各根本就不放心，他根本不相信他的儿子能够办好什么事情。然后呢，但是这个时候雅各他必须要做一个决定。如果他要解决饥荒的问题，他一定要做的决定就是他要放手，他要把便雅悯交给他们，他不能再活在自己的象牙塔里面，他不能再鸵鸟心态，他不能再用以前说我只要便雅悯就好，这样就好了，不行。他现在他退无可退，他一定要去面对，否则他就要像他所说的：“你们要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地下到阴间去。”所以当我们创世纪读到这里，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一点疑惑耶？大家觉得很理所当然吗？但创世纪其实是非常丰富的一卷圣经啊。一个疑惑就是说，一位亲身经历上帝同在，经历上帝的保守跟供应，也亲自跟上帝摔跤的这个雅各，他从一开始只知道为自己而活，要抓取他自己想要的，到他愿意放下，愿意谦卑倚靠上帝，成为以色列。他从雅各成为以色列这么一段的过程当中，他经历了这么多恩典，也看见了上帝实在应许，上帝的应许，上帝是信实的，上帝的应许没有一样落空。可是如今他似乎没有什么好下场，你们不觉得吗？如果你们是雅各，我的一辈子这样子大风大浪的离家，然后娶妻生子回来，面对哥哥，哇，也不错啊。妻儿成群，牛羊也成群的。可是如今我已经年纪这么大了，我还要面对这一切，不觉得很心酸吗？不觉得很心酸吗？到底是有什么问题？上帝赐福给雅各丰盛的产业，紧接着竟然是一连串问题的开始。到底问题在哪里？雅各的家族每一个人在处理这一场，在面对这场饥荒的问题的时候，都必须正视，都必须面对自己过去的生命的黑洞，面对过去的失败的错误。那些黑暗不会随着时间过去，那些黑暗不会因着时间换取空间，然后它自然而然就消失了，不会的。雅各他必须要改变他的态度，他用积极正面的态度来依靠主，他用积极正面的态度来回应上帝赐给他的产业，就是他12个儿子。他之前没有，他之前他的眼睛里只有约瑟，后来只有便雅悯而已。他没有好好管理上帝赐给他的产业，他任由他们荒废，睁只眼闭只眼，得过且过。约瑟呢？约瑟在这个时候，他是不是愿意放下自己年少时候那样子的骄纵？特别是他现在高高在上，握有这么大的权势，他该用什么样的身份来面对他的哥哥？虽然这些哥哥曾经对他霸凌过，他是要用宰相的身份来面对他的哥哥，还是用一个弟弟的身份，甚至于用他当初这么爱的父亲，不管怎么样，同一位父亲出了孩子，他要用怎么样的角色，怎么样的态度来面对这些哥哥？然后再来看这个10个哥哥啊，这10个哥哥是不是真的诚心的
悔改的，因为我们会发现他们在圣经里面的记载，他们有一些讨论，对不对？他们有说，我们过去当中真的不应该这样子对待约瑟，如何如何。他们真的诚心悔改吗？还是说说而已？他们要用行动，他们要用行动去证明他。他们愿不愿意？再来看便雅悯，便雅悯现在是变成是父亲最溺爱、最疼爱的这个孩子。便雅悯会走上约瑟的后尘吗？在他这些哥哥这么不好的生活、生命当中，这个便雅悯是不是能保守自己的心呢？雅各家族他们当这个饥荒的问题，看似饥荒看似在面对饥荒的问题的表面上，底下暗潮汹涌，因为他们要面对，他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自己的问题，没有一个人可以逃避。每一个人要面对的挑战都不容易，每一个人都需要被改变，才会有契机啊！每一个人都需要在这个环节里面都要被改变，每一个不堪的过往都需要被处理。雅各的故事走到这里已经没有退路了。如果雅各继续鸵鸟心态，这个家族就是饿死等死。但是在人看为绝望的时候，上帝总是介入。不管我们从刚才一开始讲整个创世纪，上帝创造天地起初怎么样？每一天创造，上帝都怎样？看为好，然后被人类毁灭。上帝再一次的介入，用大洪水介入，然后到了巴别塔，上帝再一次的介入，打散人的口音。到了亚伯兰，呼召亚伯兰，上帝也是再一次的介入。然后在亚伯兰的信心之旅的过程当中，他为了后裔的问题伤透脑筋，然后产生了这么多问题的过程当中，上帝不断的介入，上帝不断的跟他说话。我们在这个整个创世纪的记载里面，我们看到许多人性的软弱，人性不断的在竞争，不断的会嫉妒，不断的用谎言来托大自己。然后呢，自私、骄傲、凶残、杀害，日光底下真的没有新鲜事物。21世纪会发生的事情，在创世纪早就那个时候早就发生过，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什么事没发生？什么事都发生过了，都在创世纪啊。但是我们看到这一切的时候，我们另外一方面，我们真的看到上帝不断在介入啊。不断在收拾我们人所造成的残局，他不断在收拾残局，不断的在过程当中引导、保护。熟悉创世纪的都知道，这个直接冲击人类生存最大的问题就是饥荒这个问题了。到后来有一个圆满的解决嘛，对不对？这个看似一个非常大的有关生死生存的问题，这个问题竟然成为雅各家族的一个转换的契机，竟然成为他们的一个祝福。这个祝福真的超过他们的想象。上帝是创造的上帝，但他不只是把世界创造好就摆在一边不管的上帝，他是不断的在创造的上帝。我们若能够在绝处逢生，都是因为上帝。问题是当我们在面对问题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愿意相信上帝，依靠上帝，积极的抓住他，把手上那个自以为感觉良好的那个便雅悯给放掉？很多经验，很多我们现在拥有的会让我们自己的感觉良好，它成为我们的安慰，好像成为我们的保障。那个是我们的便雅悯，可是我们要把它放掉，因为我们要抓住的不是便雅悯，我们要抓住的是上帝。我们要抓住的是上帝。雅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还记得吗？当他从母舅家回来，要面对他的哥哥以扫的时候，他跟上帝摔跤，对不对？因为他生怕他努力20年的这些丰功伟业全部毁于一旦。他那时候跟上帝摔跤，可是为什么约瑟死了，他不跟上帝摔跤了？为什么？其实雅各的经历，身为基督徒，我们都不陌生。在一般的情况之下，我们都曾经
在这个信仰的路上我们都曾尝过主恩的滋味，我们都知道恩典是什么，我们也曾经跟上帝摔过跤，跟上帝讨价还价，或者跟上帝说：“上帝，你为什么让这件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我不明白，你要让我明白。你若不让我明白，我就不放你走。你如果不让我得到祝福，我就不放你走。我就是不放过，我就是要打破砂锅问到底，我就是不放弃。”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曾经一再的透过许多的事情，我们确认我们要依靠这一位慈爱与信实的上帝。我们也从上帝的创造的宇宙观，我们知道，如果不是一位造物主在掌权吗？宇宙会这么有次序的在运行吗？地球会这么规律的在自转，然后又公转吗？这些星星为什么就这样子排列成这样子？为什么？为什么太阳会一直很久在那边？为什么它不会突然就爆炸？月亮为什么突然不会像陨石这样掉下来？谁说月亮不会掉下来？如果上帝要它掉下来，它也可以掉下来，可它不会掉下来，至少目前没有。所以，如果不是一个创造万物的上帝在掌权，宇宙不会这么有次序的在运行。但是这一切上帝掌权的这件事，这一切却不一定是我们可以从此以后过着幸福快乐日子的保证。我们现在年还没过啊，刚过年嘛，然后元宵节还没有过，所以还在过年期间。过年期间我们都会说新年快乐，新年快乐这样，就是新的一年旧的过去了，新的来。可是新年快乐，新年真的快乐吗？还是只是口头上的一个不经意的，就是打招呼嘛？新年真的快乐吗？去年发生的一些不好的事情，如果它还这个问题如果还存在，你真的会快乐吗？真的有快乐吗？过去的事真的就都解决了吗？时间真的能抚平一切的伤痕吗？过去了就真的过去了吗？对于世俗上的欲望，不管是课业上、工作上、爱情、亲子各方面，很多时候我们都很积极的去追求，碰到问题我们都要去解决。因为工作上你碰到问题你不解决就怎么样？加班嘛，加班到一个程度，还是不能解决怎么样？可能会怎么样？程式怎么样？就是 bug， 就是写不出来，就是被退货，一直被退货、退件。走人。好，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很积极的去找出那个办法，想办法去解决嘛，我们都很积极耶。可是面对我们的信仰，好像，面对我们的信仰生命，好像我们却常常跟雅各一样，不断用变雅悯来麻痹自己，觉得好像够了，上帝的恩典这样就好了，这就够了。然后我就紧紧抓住那过去那甜美的那个上帝的应允啊，信实的滋味啊，恩典啊，我只要有变雅悯就够了。然后常常用鸵鸟心态欺骗自己，常常安慰自己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因为当我们的信仰生命没有勇气，上个礼拜我听到浩志跟郑瑶在谈一件事情，因为他们两个去年真的很凑巧，两个人都因为打篮球这件事情一个是十字韧带，浩志是后脚阿基里斯腱断，然后郑瑶是那个十字韧带那边嘛那因为断裂的关系，所以他们需要休息啊，动手术啊，然后脚就暂时不能动。小南也是啊，那个骨折，脚不能，就是某些地方就不能动久了，然后浩志就说，他因为脚这样受伤，他才知道肌肉也会得失忆症。我们常讲老人痴呆症就是失忆嘛，忘记嘛，人会失忆。不是头脑会失忆耶，肌肉也会失忆。
不用，你会忘记怎么用力。忘记怎么用力就算了。我记得那个时候子瑜他的手腕那个时候是受伤，对不对？受伤，然后但是有些时候还是需要做一些动作，也需要用力。可是因为我们会本能的避开受伤那边的肌肉，怕牵扯到会痛。我们本能的会避开那个痛，所以我们会本能的，但是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会用其他，比如说这个动作好了，我们可能会知道哪边的肌肉是主要的用力的肌肉。可是如果说我们的肩膀受伤，我们可能这个动作我们会做微调。微调的过程当中，像子瑜那个时候就后来他发现他的这边手肘关节地方也会不舒服。后来去看医生，医生就说因为是你的手腕受伤，然后导致你用力不当。所谓的用力不当，就是本能的微调自己身体的手部肌肉，变成网球肘的那个一个现象。所以当我们一个地方的，我们信仰也是一样啊，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耶稣是我们的头，教会是他的身体。我们要想象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条肌肉，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个身体里的一条肌肉。如果一条肌肉它停止动作了，它没有动作，它失去了功能，它就会让其他的肌肉怎么样？跟着受累遭害。其他的肌肉可能有其他的功能，可是当这个肌肉停止不动了，它不读经不祷告了，它的信仰停滞不前了，哇，它失去功能，然后他也忘了怎么用力，就好像雅各啊，他忘了他曾经跟上帝摔跤过，可是他安逸太久，他只活在他的象牙塔里面，他只活在他的约瑟，后来活在他的便雅悯里面。他忘了他还可以跟上帝摔跤。当这个饥荒来的时候，或者是再更往前推，当约瑟死的时候，雅各为什么不再跟上帝摔跤？因为他太久没有摔跤了，所以他忘记怎么摔跤了。所以当我们的生命，我们信仰生命如果不继续的锻炼的时候，我们会忘记怎么祷告，我们会忘记上帝确实跟我们同在，我们会忘记。另外，因为要查这个肌肉失忆症的这个事情呢，这一个肌肉如果长久不用，它就会失去，就忘记怎么用力。我就看到另外一个资料，他就说，一块肌肉你也不能反复去锻炼它。比如说锻炼腹肌，我们不能只用仰卧起坐这个姿势来锻炼腹肌，对不对？我们锻炼腹肌有很多方式。可是如果我们只用仰卧起坐这个来锻炼我们的腹肌，可能第一个礼拜开始做的时候20下会觉得肚皮有点酸，然后到了第二个礼拜呢，可能20下觉得OK， 那20下我这个礼拜20下不酸代表我的腹肌有一点怎么样？感觉好像强壮了很多。然后呢，到了下个礼拜，为了要让自己有感。因为有感觉才觉得好像有锻炼到了然后呢又增加了5下或10下，然后开始有点酸，就觉得有感，我有锻炼到我的腹肌。可是呢，我在查这个资料的时候，这个以前的健身法，我不确定这个是不是这样的。他就说，其实只用同一种方式锻炼同一块肌肉的时候，其实也会让这一块肌肉产生麻痹的一种现象，就是其实它到最后来增加了，都是成为其他的负担，都反而是身体的负担。对本身的这块肌肉已经没有什么用处，就好像橡皮筋拉久拉久了，它已经疲乏了。然后后面你觉得可以再多做30下、40下、50下的那个时候，那个边际效应已经是往下走了。甚至于因为越做越多，反而造成脊椎或其他肌肉的伤害。所以他一直说，他说同一块肌肉你要去练，你应该用不同的姿势。那这告诉我们什么呢？要用不同的姿势锻炼一块肌肉，就像我们要用不同的服饰、不
不同的恩赐、不同的环境来刺激我们的信仰的学习。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个环境，上帝为什么让我碰到这个人，碰到这件事情？或者是，这个事情我不太擅长，可是上帝为什么今天叫我去做这件事情？因为可能有的时候我们的教会服事多的时候会，临时有可能牧师啊或者长职有什么感动说，某某比如说黄信来帮忙做一些什么事情，黄信可能说，我从来没有做过这个事情呢，我不会，可能他会选择推辞。可是有的时候上帝会让你试试看，因为你不试你不知道，你不试你不晓得你这块肌肉其实或许是一块宝藏，或许是一块玉石，你没有磨练你不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去试试看，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却还是会紧紧的觉得说我只要在青少年团契就好了，我有来聚会啊，我也有来参这样就好了，我只要这样子就好了，我有聚会这样子就好了。活在自己的象牙塔里面，抓住自己的便拿里，不肯放手，不敢做梦。信仰不能原地踏步，我们要摆脱鸵鸟心态，离开生命中的便拿里，不可以画地自限，要勇于面对环境各种上帝为我们安排的一些冲击的挑战，要相信在看似混乱的这样的生活当中依然有盼望，因为上帝是不断在创造，不断临在始终掌权的上帝。创世纪的一开始说，起初上帝创造天地，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从创世纪起初到尾声，刚才也听了牧师讲了这么多，会觉得听起来真的是蛮乱的。可是呢，约瑟在最后，你再继续看继续看，一定要看。创世纪在最后50章的时候，约瑟说了什么话？他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很多时候我们会像约瑟一样，回过头来才发现，原来这件事情是上帝对我的祝福啊。然后我可以用这样子的祝福再去祝福更多的人，因为我经历过，我知道。可是我们要像雅各一样，后来雅各他有放手，虽然他放的好像不是那么的甘愿，但人不管你甘不甘愿，总是放手的。我们要放开我们的便雅悯，紧紧抓住上帝，在上帝里面勇敢做梦是一个神圣的选择。每一个人从小到大，为了一份好工作，我们要读几年书？扣掉学龄前幼稚园不算好了，从小学1年级开始义务教育嘛，一定要读嘛，读几年？读到大学算大学毕业好了。好，16年的时间，有的人甚至更久。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断的接受装备，接受学习，为了就是一个好工作。那在做上帝的事呢？在服事这件事情上面呢？我们岂不也要更多？我们应该要用更多，因为上帝是配得的。我们如果为了我们自己都花了这么多的心血心力，那更何况我们要服事上帝这件事情，我们要成为基督徒，我们要成为这样子的身份的这个事情，我们岂不应该要更多的磨练我们自己，锻炼我们自己吗？前2天长职同工退休会，很感谢神，非常棒的一次的灵命造就会。每一个同工在那里，经由马约翰牧师，他特别为我们准备的这一些的装备课程，带着我们不断的在上帝的话语里面不断的咀嚼，在彼此分享当中，怎么样可以更知道彼此生命当中的难处？如果时间可以更多，我相信长职同工彼此之间的生命会更彼此的了解，因着了解，不是因着了解而分开，因为因着了解，我们知道如何为彼此祷告，如何一起经历上帝的恩典。所以长
长职同工是教会的核心。当这些核心被训练，当他们的生命、信仰生命被活化以后，他们会把这样子的生命各自带到不同的团契里面去，再进行团契的改造跟活化。今年因为时间比较准备的时间比较仓促，那场地也很难找，所以场地有限。我们很可惜有一些同工，我们本来有想要邀请，但是因为场地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邀请更多的同工参与。但是在这一次的造就会结束之后，有很多的同工跟我反映，牧师他们非常的期待还有下一次。所以明年盼望我们明年雅玲长老已经跟牧师讲了，要再预约马约翰牧师。盼望因为可以有更多的时间预备，可以找到更合适的场地，然后可以有更多的同工一起来活化信仰，因为信仰的提升装备绝对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的事。刚刚说我们读书读几年，16年吗？至少我们不能低于这个数字，低于这个标准，因为信仰生命是一辈子的功课，是一辈子的功课。成为基督徒，领受白白的恩典跟应许，我们就必须要更多的抓住上帝。我知道我们教会有一些弟兄姐妹们会冲浪，冲浪就是敢做梦，敢享受在那种乘风破浪、积极要站在信仰的浪头上的那样子的态度。虽然有时候我们会从这个浪头上摔下来，会跌落，甚至于有的人冲浪可能会差点要溺毙，可能有时候感觉自己的人生一塌糊涂，看不到未来，过去的事情仍然没有过去，过去的事情仍然卡在我的生活当中。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主与我们同在，我们的主是可以平静风浪的主，我们的主是可以安全将我们平安的带到对岸的那位主。在混乱当中，在一切人类在我们造成的混乱当中，上帝掌权的上帝始终的介入，为我们指引一条明路。除非我们离开他，除非我们离开上帝，不然上帝绝对不会离开我们，他绝对不会撇下我们。我们一起起立唱这首诗歌，下一个。我们要抛开我们生命当中的变养领，求主的灵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变养领是什么。求主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变养领是谁，是哪一件事情，它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变养领，以至于我们抓错人，抓错了事，我们忘记抓住上帝。我来寻求你的面，使我的心向你更深的相依。主耶稣，求你来听我声音，亲自安慰我心，更深亲近你，张开双手，渴慕你时刻的同在，主里面，仰望无疆恩典慈爱，一起向你，倒空自己，全心敬拜。看见你同在的美好，看见超乎所求的应允，感受你无私的爱我，感受你看我如此宝贵。弟兄姐妹们，我们要重新把我们的眼光定睛在我们的主。
被唤醒。我们的信仰生命是不是已经长久没有使用，或者我们已经使用同一种方式，使用太久而僵化？这个时候，我们要求主的灵来进到我们的心里，让我们可以感受到主的确时刻同在，也活化我们信仰的生命。
我们要说，我们看见了你同在的美好。主，我们看见了你同在的美好。看见你同在的美好，看见超乎所求的应许，感受你无私的爱我，感受你看我如此宝贵，看见你同在的美好，看见超乎所求的应许，感受你无私的爱我，感受你看我如此宝贵。我们一起领受从上天来的祝福。是的，主，感谢你，当初你如何带领雅各这个家族重新的看见你，重新的回到你的面前。主，如今你也依然要重新让我们可以回到你的面前，紧紧的抓住你，紧紧的抓住你。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帮助，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门。